嗨，大家好，我是探评叔，今天是2026年2月9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伊朗，聊一聊波斯，聊一聊中东局势啊。这个周末终于过去了，对伊朗的神棍政权来说终于平安度过。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特朗普不靠谱，总是在周末突袭，所以对这个伊朗的神棍政权来说呢，周末是高危时刻，晚上睡觉都换几个地方，沸沸扬扬的美伊会谈或者叫和谈也过去2天了。在极限施压和军事对峙下，美伊核问题谈判暂时结束。但是根据周末各媒体报道的情况来看，美伊双方在核心问题上仍然分歧巨大，甚至可以说是鸡同鸭讲，局势暂时降温，还是战争离得更近了。所以我们今天来分析分析首先我们看看这个伊朗的态度首先是谈判以后这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昨天就是2月8号在社交媒体表示说，在地区友好国家支持下举行的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是向前迈出的一步，对话一直是伊朗的和平解决问题的战略。佩泽西奇扬强调，伊朗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赋予的权利处理核问题，伊朗人民一向以尊重回应尊重，但绝不容忍武力威胁。我给翻译一下也就是佩泽西奇扬说大哥要面子，我们可以谈，但是你不能逼我。这个谈判一结束伊朗的外长马上就放出狠话说即使会引发战争，伊朗仍坚持浓缩铀的权利。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他的社交媒体上表示为什么我们如此坚持并继续坚持铀浓缩，即使被迫战争也不愿放弃，因为没有人有权告诉我们应该拥有什么，不应该拥有什么。这典型的就是一掐脖子就翻白眼，一松手就开始强硬起来。这个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一再表态零浓缩不可接受，也就是让伊朗人放弃铀浓缩那是不可能的。但同时这个阿拉格齐他又给美国人说软话，他说他们有2个选择，战争和外交，我们选择的是外交，我们希望美国也选择外交，如果美国发动攻击，我们将攻击位于该地区的美国基地。这个阿拉格齐也许是为了向这个伊朗国内的谈判们展示自己是硬汉，绝不是伊朗的什么李鸿章，绝不签这种丧权辱国的这个条约。所以他讲了一个插曲他说美国代表团在阿曼的这个叫马斯喀特询问我们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是否可以参加入我们的外交会晤，我们拒绝了这一请求，并表示我们不接受军方人员参与谈判。你看也就是说我这个作为伊朗方面的代表，作为外长，我严词拒绝了美方的无理要求。美方的这个军事人员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这个海军上将想旁听都没门，对吧？哪怕是挨揍我也不让他来参加会议。你看展示一种强硬的形象。通过伊朗人的这个言论我们可以看到伊朗外交心态的这种内在的矛盾。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近期美伊谈判背景下的多次表态，揭示了伊朗外交立场的复杂性。这些言论一方面体现了伊朗的强硬主权意识和对外部干涉的坚决抵制，另一方面又透露出对外交对对话的依赖和对和平的期许，反映了伊朗的这种双重心态并非简单的表里不一，而是伊朗神棍政权在地缘政治高压环境下的战略权衡的结果，也就是在挨打和保命之间来选择哪个。通过剖析阿拉格齐的关键话语实际上可以让大家看出伊朗在坚持核心利益与寻求危机缓和之间存在的深刻矛盾。这种矛盾心态不仅源于伊朗的历史创伤和民族自尊，还反映了其在面对美国、以色列等对手时的现实困境，强硬抵抗与外交求和的矛盾。阿拉格齐的言论中最突出的矛盾在于伊朗对战争的无畏姿态与对外交的优先选择之间的张力，就是一边嘴上喊着不怕打仗，一边又喊我们优先选择外交。他明确表示为什么我们如此坚持并继续铀浓缩，即使被迫战争也不愿放弃，因为没有人有权告诉我们应该拥有什么，不应该拥有什么。这句话直指伊朗的铀浓缩活动是不可剥夺的主权权利，甚至不惜以战争为
代价进行维护，这个体现了伊朗神棍政权的底线思维。铀浓缩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国家的尊严和独立性的象征。伊朗视之为红线，拒绝任何外部强加的零浓缩的要求，而这个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核心诉求直接对立。同时阿拉格齐强调即使现在敌人的军事部署也吓不到我们，也就是林肯号航母打击群，什么600架飞机，什么咆哮者电子干扰机，什么罗盘呼叫，统统的不怕。这个阿拉格齐说我们既是善于抵抗的民族，也是善于战争的民族。这个恐怕是神棍政权用来向国内谈判们喊话要凝聚国内共识，展示伊朗的韧性和战斗意志，暗示如果谈判失败，伊朗不惧一战。然而阿拉格齐对谈判的定位那又是非常的柔软灵活。阿拉格齐对美国谈判团队说你们有2个选择，战争和外交，我们的选择是外交，我们希望美国选择外交。所以说伊朗神棍政权主动将外交置于首位，表达了希望美国也选择和平路径的意愿。所以这个与伊朗方面一而再再而三的宣称这不怕战争，不惧战争，被迫战争也不愿放弃铀浓缩相矛盾，对吧？一方面主动拥抱外交，试图通过谈判避免冲突。你想想，一个要求你零铀浓缩，一个说我不能放弃铀浓缩，然后还要强求说谈判，那你能谈出什么结果出来呢？实际上这种矛盾的心态源于伊朗的战略现实，就是伊朗的这个神棍政权已经把国内经济搞得是一塌糊涂，崩溃的边缘，国内民生压力巨大，长期战争将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国力。因此尽管嘴上强硬，伊朗内心更倾向于通过外交拖延时间，争取制裁缓解的空间。同时这也暴露了伊朗的防御性心理。伊朗知道军事对抗中处于劣势，故而用强硬话语掩饰内心的不安，试图在谈判桌上获得更多筹码。这个伊朗的神棍政权一方面喊着不信任美国人，一方面又喊着要跟美国谈判，跟美国推动互信建设。可见伊朗神棍政权的这种矛盾的心态。阿拉格齐说我们既不信任美国人，也不排除欺骗和被欺骗的可能，而我们非常清楚这种可能性的存在，也就是你跟不靠谱谈判，谈着好好的，不靠谱说不定半夜偷袭你。在所有的会议中我都说过，这可能是一种欺骗，不要让任何人被欺骗。这种警惕心理根植于历史经验。既然这个你不相信美国人，那为什么要跟美国人谈判呢？阿拉格齐拒绝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参与谈判，我们拒绝了这一请求，并表示我们不接受军方人员参与谈判。这进一步凸显伊朗对美国诚意的怀疑，认为美方可能借谈判拖延时间，伺机军事打击。伊朗一方面坚持铀浓缩，不可接受零浓缩，一方面又主动建议推进互信建设。这是一种典型的既要又要，一边要权力，一边要保证的双重诉求。这种矛盾源于伊朗的神棍政权深层策略。在这个强敌环伺下，他既要维护他的这个统治，又要避免全面对抗，所以只能通过这种半开半闭的心态寻求平衡。作为中东什叶派大国，伊朗长期遭受围堵，民族尊严是其国内凝聚力的核心，但现实中经济疲软，军力不对等，迫使他在谈判中寻求有限让步。阿拉格齐的话语平衡了这两者，用尊严话语安抚国内的谈判，用试探话语留出回旋的余地。但这种平衡非常脆弱，一旦谈判失败，伊朗可能被迫转向更强硬的抵抗模式。也就是这个伊朗的总统佩泽希奇扬、外长阿拉格齐，这些人他是改革派，就是伊朗国内的这种稍微灵活一点的，是教士集团里面偏向改革的这么一拨人。他们希望寻求跟美国对话，避免美国更严厉的制裁和打击，争取缓和，但是又不能给伊朗国内的教士集团盘判们留下投降派的阴影，投降美西方的这种印象，不能做伊朗的李鸿章。所以伊朗官方的也就是他们亲西方的这些官员的言论，整体上体现了伊朗外交的矛盾心态，强硬与求和，不信任与互信，尊严与妥协，威慑与期许相交织。这种矛盾并非领导人的个人风格，而是伊朗国家利益的镜像表达。
根源在于其地缘政治处境。作为反美阵营的核心，伊朗必须维护主权以凝聚内部支持，但面对制裁与军事威胁，他又不得不通过外交以拖待变。所以这个伊朗总统佩泽希奇扬、伊朗外长阿拉戈齐隔三差五的就向美国喊话，千万不要误判。言下之意就是我们有的话是说给伊朗国内盘盘们听的，硬话都是说给盘盘们听的。你美国人千万不要当真不要误判不要真打呀。那美国这边呢，对吧？特朗普依然稳定的发挥他的不稳定，对吧？依然是不靠谱。那边谈判刚结束，这边他立马签字要对伊朗搞2级制裁。一边又安抚说谈判有进展，我们有的是时间，接着谈，把这个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玩到极致，把这个猫捉老鼠也是玩到了极致。我们先看看这个他做了哪些行动。就美国你不要看他嘴上怎么说，你要看他在做什么。首先是美国军事部署在进一步的加强，它不是在减弱它是在加强。近期能搭载核弹的美军 B-52轰炸机现身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而此时美国正对伊朗频频发出威慑信号。这一军事部署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中东局势的广泛关注。这个叫同温层堡垒，这玩意这个肚子一打开，那一下扔下去多少枚炸弹，它还能带核弹。而且这个 B-52轰炸机它对这个跑道有要求一般的机场起降不了，它的跑道要4500米长。而这个乌代德空军基地离伊朗只有200公里。这个 B-52大家也知道是美国战略威慑的核心装备之一。不管怎么说B-52部署到伊朗的边境地区，就是乌代德空军基地，显然是想通过这种前沿军事存在强化对伊朗的战略威慑。这个 B-52一出动这可不是闹着玩。然后就是这个林肯号航母打击群、伯克级驱逐舰进入阿联酋港口补给。大家也看到了这个林肯号航母上面现在在疯狂的补给物资看样子不是说再来转一圈就走恐怕在这儿要打持久战，对吧？疯狂的补给嘛。海军舰队依托陆地基地作为活动支援补给点，美国航母的运输机经常往来于航母和陆基基地之间运输人员和物资，没有陆地基地的支持，舰队难以持续远洋活动。然后有西方媒体报道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正式允许美国在其领土上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以对抗伊朗。华盛顿完成在约旦的萨德系统部署，并向德黑兰发出最后警告。伊朗以黎明时分激活塞姆南导弹作为回应。伊朗心里清楚这个特朗普同意谈判，恐怕就是给他在各个基地安装这个爱国者，部署这个萨德反导系统，在创造时间，先稳住伊朗所以说最近这个美国的披萨指数又暴增。据五角大楼披萨指数追踪账号说五角大楼周边披萨活动激增，距离美国五角大楼 1.0 英里的一家披萨店活动量飙升至 250%。总之给伊朗的这个弦绷的是越来越紧。实际上我们已经说过了这个特朗普动手什么时候动手，怎么动手，这个都不好说。但是特朗普眼下正在做的不仅是加紧军事部署，第二个肉眼可见的，他正在加紧对伊朗的围堵，对伊朗经济的打击，这个是同时展开的美国将矛头对准维系伊朗原油运输的运油船，出手遏制相关航运活动。此举旨在切断伊朗原油出口通道，影响其能源收入。此前伊朗原油出口依赖各类运油船完成运输与流通，成为其重要经济支撑。而美国此次针对性行动或将重塑地区能源贸易格局，引发相关航运企业以及能源市场的连锁反应。有媒体报道说这个印度海岸警卫队在孟买以西100海里处扣押了3艘与伊朗有关的油轮。前几天是吧，也说马来西亚也扣押了伊朗的油轮，又说印尼还有这个新加坡都在扣这个伊朗的这些油轮。这个实际上已经说明问题了如果按照委内瑞拉的模式特朗普先围上半年，这个伊朗吃不消他的油运不出去失去了这个石油收入，那伊朗怎么过呢？神棍政权自己内部恐怕都扛不住。但是不要紧，对伊朗神棍政权来说好消息还是来了，利好还是来了。首先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说，此前一天，伊朗负责法律与国际事务的副外长卡泽姆加里布阿巴迪在其社交媒体 X 账号发文称，
他在伊朗与美国在阿曼就伊朗核计划举行谈判的次日，会见了俄罗斯和东印度驻德黑兰大使。什么意思呢？那意思就是说啊，这个伊朗跟美国人刚谈完呢，前脚谈完，后脚伊朗的副外长就召集了这个正义联盟的大哥二哥共商对策，不就这意思吗？赶紧汇报跟美国人谈了些啥。根据伊朗通讯社援引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齐的话报道称，我们继续与东印度和俄罗斯进行磋商。东印度和俄罗斯是两个友好国家，也是我们的战略伙伴。昨天我的副手也是副外长会见了东印度和俄罗斯大使，并向他们通报了与美国核谈判的细节和进展。我们将继续与他们保持磋商。这个伊朗人也很有意思啊！你说你挨揍吧，你挨揍就挨揍，你非要拉上大哥二哥干啥呢？非要让大哥二哥吃瓜唠，搞得好像这个伊朗跟大哥二哥关系不错一样。大哥二哥是他背后坚强的后盾。他说了啊，大哥二哥是我们的战略伙伴。这谁跟伊朗是战略伙伴呢？也不知道这个伊朗的副外长把跟美国人谈判的这个细节向这个大哥二哥通报到什么程度，也不知道这个大哥二哥是怎么表态的总之就是反正跟大哥二哥汇报了，也有可能伊朗人添油加醋是吧？表示自己抗美决心，在会场痛斥了美帝代表。要不是这个阿曼外长拦着，这实际上就动手要打他们，让大哥二哥放心，对吧？在反美这一块不需要任何怀疑，伊朗继续充当反美的急先锋，对吧？跟美国人私下打交道，绝对没有给他跪下，对吧？就是一个字骂，痛斥。大哥二哥放心绝不会变心绝不会变节，大概这意思吧。我估计他要不然汇报什么呢？汇报说我给美国人跪下了，大哥二哥你们自己看着办吧。美国人让我们带个话，皇军让带个话，你们消停点吧。我估计大哥二哥这个时候心里10000个对吧？什么草泥马奔过别扯上我们好不好？你自己一个人挨揍就一个人挨揍，你非要扯2个人干啥？大哥俄罗斯那现在深陷俄乌战争的泥塘不能自拔，自身难保，裤衩子都被人打掉了。二哥现在只想搞点钱，你非要拉二哥垫背，这哪行呢？不过二哥还是派出了专家，这已经算是支援了按理来说伊朗按照盘们的说法，伊朗应该是稳了，哈梅内伊应该是踏实了，能睡个好觉。为什么呢？因为二哥的专家说话了。大家看视频打击。但这种方式同样有个被低估的问题，伊朗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结构对牺牲和殉道有极强的动员能力。如果一名最高领袖或高级将领被击杀，短期内确实会造成不稳，但同时也会迅速激活什叶派的殉道叙事，把国内矛盾全部转化为对外斗争。更重要的是，刺杀最高领袖并不会让伊朗政权崩溃。伊朗的权力结构高度制度化，革命卫队内部早就有应急接管方案。一旦出现权力真空，革命卫队会第一时间控制安全体系，然后由体制内部推选新的最高领袖，结果很可能是短期混乱，但长期迎来强硬派全面上位。从战略看，这反而最不先越界。但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变量，以色列。一旦美国的行动动摇了伊朗政权，以色列的目标和美国完全不同。他们不关心新政府是否亲西方，只关心伊朗的军事能力必须被彻底清零。在权力交接最混乱的那一刻，在街头还在庆祝，指挥系统还没理顺的时候，以色列空军很可能会迅速出手，把防空系统、导弹阵地、无人机工厂、军工设施全部打掉。这是以色列过去几十年的一贯做法，也是他们真正的安全底线。如果这一幕发生，伊朗可能在几小时内失去20年的军事积累，新政府即便存在，也会在极度虚弱中起步，失去短期内重新博弈的能力。这就是战。这二哥的詹将军一说话，整个世界都安静了。美国人一看也是稳了，因为他一想到伊拉克战争海湾战争，一想到萨达姆，这美国人心里有数了，稳了。到时候媒体这个专家都在反思几百万的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哪里呢？什叶派民兵在哪里呢？都躲在地道里面挖地道。这个以色列人一看也稳了，心里有数了。一想到哈马斯，一想到加沙，这以色列人不就稳了吗？伊朗人也稳了哈梅内伊一看二哥
终于支招了。所以你看啊，这个就这么厉害，就这么神奇啊！这个专家一出手啊，各方都觉得稳了，这就是所谓的多赢呢。当然了，伊朗人也不能啊，这个完全相信东大的专家，不能说东大专家一说啥事都没了，就可以高枕无忧了，那不行，对吧？该干的活还要干呢。所以说，伊朗啊，消息人士称，在伊朗的几个省份，安全部队总部已从官方的中心建筑转移到学校、清真寺和公共建筑等替代地点。这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这个啊，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啊，这些安全部队啊，他们一旦这个特朗普对伊朗发动打击，那这些肯定是首先打击的目标。所以这些人啊，他原来的自己的那个什么堡垒啊、什么地道啊，他也不待了，他觉得还是跟人民群众待在一块比较安全一点，对吧？学校嘛，清真寺嘛，公共建筑就是居民楼，对吧？居民区里面还是那儿安全，这不把自己活成了哈马斯吗？跟群众一刻也不能分开。我记得那个哈马斯的那个头辛瓦尔到哪儿参加活动，抱着一个孩子，牵着一个孩子，看你美国人怎么斩首，看你以色列，你敢斩首吗？2个儿童。我倒是觉得啊，按照这个张将军的这个预测啊，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到时候把军装制服一脱，锄头拿起来，立马变成农民，不就完了吗？可以逃过啊美国的打击，逃过以色列打击啊。最后我们再看啊，这个是国内的这个观察者网转发的一个视频，他说啊，伊朗军方宣称我们能够轻易进入美军基地，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啊，伊朗的军人能够轻易的进入啊这个美国在中东的那些什么基地，那言下之意好像就是你美国在中东基地不安全，就这个意思。但是我觉得这个不算伊朗人吹牛啊，伊朗人能做到啊，这个不难。为什么呢？因为马杜罗就做到了，轻易做到。马杜罗不仅进入美军的基地，还能进入美国的腹地，他轻易就做到了。关键是你进入美军基地是干啥？是以什么身份进入，对吧？你光说进入美军基地，这个不难做到啊。马杜罗说啊，这有什么稀奇的？我睡觉眼一睁就到了美国人的基地，就到了美国。总之啊，这个二高专家已经出手了，为这个中东局势啊，为美伊的这种冲突啊，又增添了变数。当然了，更多的是增加了一些趣味性、娱乐性。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